術係我最開始踏入香港文化嘅呢一個旅程嘅起點嚟嘅。創作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嘅去發揮自己嘅聲音，或者係發表自己嘅聲音嘅一個渠道咯。文學係一條線嚟嘅，喺我對於我自己嘅文化藝術嗰個路程入邊。雖然後尾我做咗一啲關於電影評論嘅嘢，或者係香港文化評論嘅嘢，但係我覺得文學係一條好重要嘅線，係牽連住我呢25年都冇甩開過。其實我覺得藝術範疇入邊個個藝術範疇都好有意思，而文學藝術範疇有一個特色就係佢係好講一個人嘅個人個性嘅一個藝術咯，係好有獨立自主嘅一門嘅藝術。因為佢似乎又唔需要太同其他人去合作或者去夾，係好講你自己點樣睇，亦都唔受制於大家嘅創作，或者唔受制於其他各樣嘅條件。好大程度上係一個個人嘅自發嘅藝術嘅範疇咯。我首先要講，可能我最感謝或者係一個好重要嘅人就係也斯先生啦。咁我覺得佢嘅無論係佢嘅創作啊、佢嘅評論啊，對於香港文化嘅視野，對於香港詩歌嘅貢獻，對於香港文化嘅論述，佢對於香港文學或者對於香港社會嘅關注，都依然係好有意思咯。我覺得也斯先生對我個啟發係非常之大，同埋好重要。我會覺得自己係一個不斷嘗試，都係不斷遊走喺唔同嘅嘗試入邊咯。希望唔係一個固定咗揾到一樣嘢，或者揾到一個方法就咁樣就走落去。反而我覺得自己係希望可以繼續係保留一種比較開放啲嘅態度去睇，所以會不斷探索喺生活入邊去尋找啲靈感，去真誠或者真實咁樣去面對翻自己嘅經歷。咁我覺得呢個係我自己希望達到嘅一種嘅風格或者境界，係希望係一種真實同埋真誠喺入邊。我覺得創作又好，評論都好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標準，或者我追求嘅一種風格。